宜兰有一只上海岸的船，20出海时阵煞互物件击到。迄当时军备局正咧试射迫击炮假弹，外界是质疑讲是去互军方扫到。国防部长邱正表示，上海岸的船无走入去经过范围，敢是去互击到，这部分可能阁爱查。宜兰一只看海岸的船20载客出海中途，互不明物体拍到，造成船长受暴力甲栏杆损害。因为多是军备局大号兵器场在试射迫击炮假弹，外界质疑是遭到国军误击。国防部长邱国正23日立法院表示，国军试射进前拢公告，不过业者并无进入尴尬范围。是不是和炮弹拍到？要个调查清楚。这也就疑点啊。事实上，我们看了讲，我们那个弹，并是一个炸射的弹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把它上面那个擦过那个痕迹啊，把它刮下来，要鉴定它的栏杆是不是会因为东北季风很大，漂流木、顶浪泡上来打到之后，这个也是有可能等等的事件，我们都是不排除的。军备局表示，这案件已经交由第三方公平单位鉴定，会在2礼拜内完成鉴定报告。因为美国国防部进前发布2023年中国军力报告，评估中国舰舰总数会在2025年达到65只，2035年会进一步达到80只。咱的国军爱如何来应用呢？邱国正回应，国家建军备战，不是看别人评论。不要把我们的胜利寄望在敌人的错误上。一个国家建军备战，不是看舆情或者看人家评论。舆情怎么样我们就可以缓个2年；舆情很急迫我们赶快加强，这会乱了套。立法院也关心国军志愿役每年减少，一线主战部队变现比8成较低，对新武器换装不利。邱国正表示，主战部队有战斗部队，也有战斗支援部队，应考虑将战斗支援部队的志愿役官兵调到战斗部队，然后有一寡1年1期义务役官兵应调到战斗支援部队，来解决兵源无够的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